真係。咁其實究竟乜嘢係靈魂咧？咁其實咧，你有呼吸嘅，係係啦，咁有能量嘅。其實都可以成為一個靈魂。其實我哋每一個人呢，我哋都有一個魂頭嘅。咁因為魂頭呢，我哋講緊，譬如喺道家啦，或者喺我哋佛家啦，其實都會有一啲唔同嘅稱呼嘅，或者西方都會唔同嘅稱呼嘅。譬如講緊靈魂啦，又可以咁講啦，色神啦，又或者元神啦，都屬於即係對我嚟講都係靈魂嘅一種。但係靈魂裏邊呢，亦都喺能量學上嚟講呢，佢係一嚿能量。譬如話我試過曾經自己去好早期嘅時候啦，做一啲靜修嘅時候啦，然後咧自己就去上咗去一個宇宙嘅空間。咁咧嗰陣時我唔識嘅，因為好多年前嘅事，我係見到點解會咁得意嘅咧？喺呢個位置係會自己好似就係有一道光，然後咧就喺個穿插喺一啲咧深藍色。甚至乎你可以理解成係，我覺得係黑掹掹嘅地方。